以前嘅我都係一個想俾人見到嘅年輕人。眼前係啊，企好一條線，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細個嗰陣時入咗兒童之家度住啦，咁有好多時候就會好驚同其他人嘅接觸，好冇安全感，好冇自信心。咁而呢一樣嘢可能就會影響到我，成日都會覺得究竟我生存有啲咩意義喺度呢？直到我嚟到保良局方樹福堂，我終於遇到一個人願意相信我，去俾機會我，等我可以發光發亮。當時我哋見到阿 Chris 咧，我哋覺得佢最需要嘅咧就係被了解同埋被肯定。我由一個被幫助嘅人變成可以幫返人。而我亦好想做到好似 Jackie 咁樣，去傳承落去，幫助其他人。我覺得阿 Chris 其實係一個唔肯放棄人咯，我覺得係好少聽到佢話會放棄或者話唔得啦，我哋今次咁樣。我自己都好明白青年人咧，其實係好需要一個俾人見到嘅舞台。今日我想同呢一班年輕人一齊閃耀舞台，閃耀人生。